2026年7月13日，香港資深電影人施南生因病離世，終年75歲。喺香港電影黃金發展階段，施南生長年深耕行業幕後工作，參與眾多經典港片嘅製作與營運工作，喺業界累積深厚嘅從業資歷與人脈資源。業內人士一向稱呼佢為大內總管，以此肯定佢喺香港電影行業統籌、營運、推展各方面嘅核心作用。施南生曾經同知名導演徐克結為夫婦，二人長年搭檔合作影視項目，兼具夫妻同工作夥伴嘅雙重身份，被業界視為影壇合作嘅經典組合，喺行內擁有極高嘅認可度與知名度。施南生離世之後，佢嘅家人全程低調處理所有身後事，冇對外發佈任何相關公告，亦都冇公開葬禮、火化等各項流程資訊。2026年7月底，施南生嘅葬禮同火化儀式已經全部完成，全程淨係得家人同少數至親好友參與，唔對外開放，唔接受傳媒採訪。儀式完結之後，施南生嘅骨灰正式安放喺香港寶福山，後續安葬相關事宜全部由家人妥善處理同落實。雖然家屬選擇低調辦理身後事，唔對外公開任何流程，但施南生從業數十年，深耕香港電影行業，提攜過無數影視從業者，參與推動香港電影嘅發展與繁榮，喺兩岸三地影視圈擁有廣闊人脈同極高嘅業界聲望。喺一眾業界好友嘅籌備同推動之下，2026年8月2日，施南生嘅私人追思會喺香港麗晶酒店正式舉行。今次追思會屬於閉門形式，唔對外售票，唔開放公眾參觀，淨係邀請施南生生前親友、業界同仁到場參與。總共有近100位影視圈知名人士出席，以現場悼念嘅方式送施南生最後一程。今次追思會嘅現場佈局以簡約莊重為核心標準，整體排列整齊肅穆，同時顧及私人悼念場合嘅氛圍。會場入口位置整齊擺放大批白色、藍色、黃色嘅鮮花花束，花束有序排列，由酒店門口一直延伸至會場內部通道，覆蓋主要入場區域。由於追思會全程閉門進行，冇傳媒同公眾入場，會場內部嘅詳細擺設並冇對外曝光。按照現場佈置基調同私人追思會嘅常規形式，成場追思會以鮮花擺設為主，風格簡潔素雅，冇多餘繁複裝飾，符合悼念緬懷嘅場合定位，亦都契合施南生生前低調鬆容嘅處事作風。今次追思會設有專屬簽到區，到場賓客逐一登記姓名，留下寄語，工作人員統一引領賓客有序入場就座，全程秩序井然。酒店外圍安排專職駐守人員，謝絕無關人士進入場地，保障追思會嘅私密性同安靜。大批傳媒記者提早抵達酒店外圍守候，全程只喺指定區域等候，冇擅自靠近會場，亦都冇干擾悼念流程進行。公開資料顯示，施南生同徐克結束婚姻關係之後，一生都冇再度組織家庭，一直維持單身狀態。二人離婚之後，並冇斷絕來往，依然維持穩定、和睦嘅朋友關係同長期嘅工作合作關係。多年來一直互相扶持，彼此照應。喺施南生病重治療期間，徐克持續跟進佢嘅身體狀況，主動協助處理各項瑣事，全程參與照料同陪護工作。施南生離世之後，徐克主動牽頭對接各項身後事。今次8月2日嘅追思會，徐克係核心籌備負責人之一，全程主導統籌會場佈置、賓客接待、流程把控等各項核心工作。追思會舉行當日清晨，徐克一早抵達香港麗晶酒店現場，提早到場跟進各項籌備收尾工作。同佢一齊提早到場嘅，仲有施南生生前多年好友劉天蘭、余爭，三人一同對接現場細節，確認賓客入場流程、悼念環節安排等相關事宜，確保追思會順利舉行。當日徐克身穿全套黑色西裝，穿搭正式莊重，全程表現審穩，神情平靜凝重。面對喺場等候嘅傳媒記者，徐克保持基本禮貌，簡單向傳媒人員問好，
全程冇停留，冇接受任何採訪，冇回應任何問題，隨即快步走入會場內部，繼續跟進籌備工作。徐克同施南生嘅相交橫跨數十年，涵蓋生活同工作兩大層面。工作方面，二人係長期穩定嘅事業搭檔，攜手完成多部經典影視作品嘅策劃、製作、發行工作，互相配合完成大量行業工作，一齊見證並參與香港電影嘅黃金時期。生活方面，二人曾經係夫妻，相伴多年，就算婚姻關係結束，二人嘅情誼同合作關係都冇受到影響，一直保持緊密聯繫，彼此信任，互相扶持。喺施南生人生最後階段，徐克一直陪伴左右，全程協助處理治療、陪護、身後事籌備等所有事務。為咗緬懷施南生，流傳佢生前嘅影像記憶，徐克專門整理並剪輯施南生生前嘅生活片段同工作影像，喺追思會現場循環播放，供在場親友同人一同緬懷追憶。影像播放環節係今次追思會嘅核心環節之一，全程靜音播放，冇多餘旁白解說，純粹以真實畫面呈現施南生嘅工作日常同生活狀態。今次閉門追思會喺當日上午9點正式啟動悼念籌備環節，9點半開始，受邀賓客陸續抵達酒店現場，有序入場悼念，送別施南生。喺眾多到場親友之中，林青霞係最早抵達現場嘅知名人士之一，亦都係施南生離世之後，林青霞首次公開露面。當日林青霞身穿全黑色正裝，佩戴黑色墨鏡，全程沈默寡言，獨自緩步走入會場。從現場畫面可見，林青霞面容憔悴，冇整理髮型，整體狀態低落，能夠直觀反映佢因為好友離世而產生嘅悲痛情緒，久久未能平復。林青霞入場之後冇同其他賓客閒聊，直接入座靜坐，全程保持沈默，配合現場悼念秩序。成場悼念過程入面，林青霞一直維持端正坐姿，冇起身走動，亦都冇同身邊任何人交流。林青霞同施南生擁有長達40年嘅深厚交情，二人相識相伴40年，既是親密無間嘅閨蜜，亦係事業上互相成就嘅夥伴。喺林青霞嘅演藝生涯入面，施南生發揮極其重要嘅推動作用，係佢演藝事業嘅重要伯樂。早年東方不敗呢部經典影視項目籌備階段，面對行業內部嘅諸多阻力同爭議，外界對演員人選存在不同意見，施南生頂住各方壓力，排除所有外部障礙，堅持安排由林青霞出演呢個角色。電影上映之後收穫嘅高口碑同收視，成為經典港片代表作之一，亦都令林青霞嘅演藝事業再度迎來巔峰，實現事業2次突破，奠定咗佢喺華語影壇嘅經典地位。多年以來，施南生同林青霞一路互相陪伴，見證彼此人生嘅不同階段，情誼深厚。施南生離世當晚，林青霞徹夜未眠，一直無法接受好友離世嘅事實，情緒陷入強烈嘅悲痛與不捨。相隔不足1個月，林青霞強忍哀傷出席追思會，親自送別相伴40年嘅摯友，為呢段數十年嘅情誼畫上句點。除咗徐克、林青霞呢兩位同施南生相交最深、關係最親密嘅親友之外，余爭、劉天蘭兩位多年老友亦都提早到場，全程協助籌備工作，留守現場送別摯友。今次追思會雲集兩岸三地近100位影視行業從業者，眾多知名電影人放下手頭工作，專程到場參與悼念，以此致敬施南生為華語電影行業作出嘅貢獻。所有到場賓客都嚴格遵守現場規定，全程保持安靜，冇喧嘩，冇聚眾傾談，恪守閉門悼念嘅現場要求。到場嘅香港本地藝人同業界人士涵蓋多個領域，當中包括梁朝偉、劉嘉玲夫婦，二人手牽手現身，姿態穩重肅穆，低調入場悼念。二人抵達現場之後，即時完成簽到流程，全程冇喺鏡頭前停留，徑自走入會場入座，全程冇多餘動作同表情。張艾嘉、鮑起靜、周潤發及其家人、霍啟剛、曾志偉、向華強夫婦、
黃子華、鐘鎮濤夫婦、甄子丹夫婦等影壇資深人士及公眾人物陸續抵達現場，有序參與悼念環節，表達對施南生嘅緬懷同敬意。一眾賓客到場後都快速完成簽到，按照工作人員指引有序入座，全程保持肅穆，尊重悼念場合氛圍。當中曾志偉到場之後，主動向現場工作人員示意，確認現場流程，配合場地秩序管理。周潤發同家人並肩行走，入場後保持安靜，嚴格遵守現場悼念規定。今次追思會亦吸引多位內地、台灣知名藝人專程來港送別。內地演員李冰冰、周迅低調現身現場，全程沈默肅穆，唔張揚，唔炒作，以最樸素嘅方式悼念逝者。二人都獨自完成入場流程，冇工作人員隨行陪同，全程保持低調。知名導演馮小剛亦有出席今次追思會，呢次係馮小剛少數參與嘅香港影視圈私人悼念活動，足以體現業界對施南生嘅普遍認可同尊重。台灣主持人、創作者蔡康永以及季美倫等人專程調整行程，由台灣飛抵香港出席追思會，送別施南生最後一程。所有跨地區到場嘅賓客全程低調，冇對外透露任何到場細節，全程專注悼念環節。離場後亦都冇接受任何傳媒訪問。眾多到場賓客之中，兩位資深藝人嘅到場格外令人動容。資深演員洪金寶當日乘坐電動輪椅抵達現場，全身身穿黑色喪服，穿搭符合悼念場合要求。受長期病患影響，洪金寶日常出行需要依靠輪椅輔助，但當日精神狀態、氣息表現良好。抵達現場之後，洪金寶主動禮貌向在場傳媒揮手問好，態度謙和得體，全程認真參與悼念流程。工作人員全程協助洪金寶入場入座，提供必要協助。成個悼念過程入面，洪金寶一直保持端正坐姿，直至環節完結。藝人余安安喺2026年7月曾經發生意外跌倒事故，導致膝蓋骨裂，後續行動一直不便。日常出行需要依靠拐杖輔助，就算傷勢未愈，行動受限，余安安依然堅持親身到場，拄住拐杖出席追思會，送別相識多年嘅業界前輩同好友。佢嘅心意被在場一眾同仁看在眼內，獲得業界內外嘅肯定。余安安入場時步伐緩慢，全程保持安靜，堅持獨立完成簽到、入座等流程，唔接受他人特殊攙扶。據了解，施南生嘅健康問題由2022年開始浮現。由2022年起，施南生確診免疫系統疾病，身體機能持續下滑，健康狀態長期不穩，需要長期休養調理，身體情況逐年轉差。2026年7月初，施南生病情突然惡化，相關消息被傳媒曝光，隨即送入香港養和醫院接受專業治療。入院之後，醫護人員針對佢嘅病情展開多項治療，但受基礎疾病同身體機能衰退影響，治療效果有限。最終，施南生因為身體細菌感染，引發多重器官衰竭，經醫護人員全力救治無效，喺2026年7月13日喺香港安詳離世。公開資料顯示，施南生一生無子女，同徐克離婚之後一直維持單身。母籍係晚輩親屬，但佢從業數十年，交友廣闊，累積咗大量真心相待嘅摯友同業界同仁，多年來一直有親友相伴，人生並冇孤獨。喺身體狀態持續轉差嘅後期，施南生早已預先訂立遺囑，清晰安排個人財產分配同各項身後事宜，妥善交代所有身後事，唔使親友費心操勞，人生收尾坦然無憾。施南生將畢生精力投入香港電影行業，默默深耕幕後，扶持無數藝人成長，推動無數經典電影問世，為香港電影黃金年代嘅發展與傳承貢獻極大力量。業界眾多從業者、親友同仁紛紛致以悼念，送別呢位港片黃金年代嘅核心幕後功臣。無數網民同業界人士自發留言緬懷，願施南生一路走好。以上係今期內容，
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支持。